嘉南药理大学幼保系110级毕业成果展，透过该系准毕业生社区儿童活动企划专题制作，展现幼保人的创意甲专业儿童活动策划执行力。学生自编、自导、自演这出《奶奶的庆生会》儿童戏剧，希望透过演出丰富社区儿童的生活，嘛扭近了社区之间的距离。你觉得哪边最好看？你讲一下。那接下来就是那个奶奶演的一番声音很像，很像哦。那你觉得跟电视某某台像不像？像奶奶那里。奶奶那里很好笑啊，哪边怎么好笑？你讲一下。也常常照顾我们啊。假发。假发啊。这次的这个毕业展呢，同学也尽了相当的努力哈，包含这个剧本啊，或者是这个布景啊，或者是造型啊，都是由同学自行来这个制作哦，那相当的辛苦。那可以从这个展览的成果看得出来，我们这个幼保系的这个教育的品质哈是相当的不错。那也希望说在这次的展览里面呢，成果展里面呢，可以让这个各界呢来认识我们嘉南药理大学的幼保系。这届展览不管是活动创意、剧本编写、服装造型、道具布景、舞蹈编排、海报文宣，一切拢是由学生一手包办。这群准毕业生虽然在讨论的过程中，嘛有意见袂合的时阵，但看到最后成果，因拢感觉价值啦。摩擦有，就是比较不知道大家都要什么的方式，然后就是一直沟通，然后去把我们所想要的把它结合在一起，这样其实还蛮有成就感的。就是因为我是总召，就是要筹划全部，然后老师也有帮我很多，然后就是大家一起这样子。嘉南药理大学幼保系110级毕业成果展，12月3日、4日连续2天，在嘉南药理大学国际会议中心演艺厅登场，校方嘛免费开放民众入场。不过因为座位有限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会当向学校下询预约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